虚假的风油精。别跑了！哎呦，我勒个豆啊！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别跑！哎呀，算了。真实的风油精。不是，小根，哎，我他妈网线被人干断了，我操啊！啊是电脑的，啊电脑怎么又关了？啊？我直播卡了吗？这么精彩的视频，手机观看根本不够爽，快来试试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视频更清新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，还能更换游戏博主动态壁纸，快去试试吧！我勒个豆啊！哈哈，无敌了，兄弟！